国准备欺骗国际社会。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当局将伊宁和阿克苏等地区的一些再教营改成为学校。近期，东突厥斯坦拱流县的职业培训教育中心于11月16日被还原为第二中学，但拘押者被戴黑头套转移。知情人说，拱流县二中被当局改建成监狱时，在围墙上增加了铁丝网，现在均已拆除。变成监狱之后，整个学校被7、8米高的高墙围住。高墙上有铁丝网，每隔2米有一个全方位摄像头，大门前面有全副武装的人。现在全部拆了。拱流县的官员们，他们现在公开说，因为国际上要派考察团来，所以要把改造营重新变为学校。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组织举行各种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罪。东突厥斯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70次人权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在伊斯坦布尔，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协会与土耳其工会联合会就东突厥斯坦问题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流亡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于本月9日举行游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世委会代表访问阿德莱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空艾莎及其代表团于12月6日至7日访问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他们访问联邦议员托尼扎皮亚，就维吾尔人权问题交换意见，并出席了与阿德莱德维吾尔社区举办的各种会议。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美大使，中国外交部星期天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要求加拿大拘押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提出强烈抗议，强烈敦促美国立即撤逮捕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宇成在召见布兰斯塔德大使说，中国强烈敦促美方务必高度重视中国的立场，要求美国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做法，撤销对中国公民的逮捕令。德国土耳其人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由住在德国的土耳其果木西哈纳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接待了代表团，并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犯罪行为。代表团批评了中国的做法，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他们表示继续关注并支持东突厥斯坦。